美国联储会公布上新的利率，预期无变动，惊亚洲股市起起落落，台股本地是有抢关，最后是收伫39933点，无到4万点。性质金额涉嫌非法借钱181亿，受害人超过500人，也逼出讲一百关车予新德市的警察局。内政部长刘世宏宣布，8月初会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通促党，理由是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引入的中资介选，也用政党来包装犯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美国联准会公布上新的利率预期无被变动，这届决议以9-3通过。美国联准会主席华喜呢也强调讲，对抗这通货膨胀绝对袂改变。那美国四大指数全面收乌，亚洲股市是起起落落，日经指数收盘起0.71，那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是落1.23%。那讲到这台股开盘了后，盘中有冲关上千点，最后摔落落来，最后是收伫咧39933点，无到4万点。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以来主持第2场 FOMC 会议，比起顶一届会议针对利率维持不变，全部无意义通过。这届头一届出现3票反对票，主张应该先一笔利息。We understand that the 5+ years of inflation above target cannot be cured in 9 weeks or by a single month of modest price decreases. This Fed will not waver. 联准会鹰派官员言论，市场悲观情绪升温。那拜三美股全面收乌，道琼指数大落1153点，比起美股早两，拜四亚股上演多空交战。日经指数受到国内企业公布真水的财报带动，收盘起0.71%，433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是落1.23%。台股开盘了后，盘中要冲关1000点，到上关41155点了后，每日起势较连收价。收伫39933点，是收4万点。国内跟国外的政经的情势，我们密切的关注。如果有一些失序的状况，我们会做适度的来处理。宽台股台积电拜四收盘2205起5块，联电八道起停收110块，起超过7%。全球电源供应器大厂台达电有那召开发说会，显示第二季营收1832.56亿，年增加47.7%，每一股纯益9.68块，拢创下单季历史新高。虽然台股这阵落真济，不过何谢董事长董祖贤伊认为 AI 前景不变。我们还是讲产业才是台湾的根基啊，产业好，刚才大家关心的股市才会好。有信心的讲 ，AI 一定会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就跟网络一样。你再隔10年看，没有 AI 的数位产品呢，几乎都是落后。金管会表示，为7月27到30，台股落8.52%，比对同款以半导体为主力的美国费半指数落11.6%，韩股是落16.51%。金管会会持续注意市场的变化。记者采访报道。这性质金额涉嫌呢非法挣钱181亿，受害者超过500人，检方进前呢有甲38人起诉。不过，近日逼出讲，这个非法集团把关车予新德市的警察局正做警方车。甚至传出讲，迄个时阵呢，这刑事局侦缉大队长黄国书和因关系真好，甚至佫有成立一个赖群组。那北检表示讲，新德市警察局事后有主动把这车交出来，也认定这是查拉会的依法拍卖。香港专大查缉破性质金额案，涉嫌以帮氏骗局非法贡钱超过181亿，受害者超过500个人。北检顶礼拜才大动作起诉38个人，即马专案继续烧。犯罪集团各方表出，要甲被害人的艰苦钱摕来买警方车送互警界。去年的关键典礼和警方做伙翕相，新竹的社区的挂名的董事长，方指控讲用这垃圾钱买高级的车来做警方车，转送予新德市警察局。虽然警方强调讲受证的过程是合规，但是案发了后主动提出，予北检认定是赃物防查扣。特别和警界关系较密的嫌犯关车的单位，连刑事局嘛伫内底。迄当阵警方为了表示感谢，佮办到请业者派出负责经济诈欺犯罪。迄当阵的刑事局侦缉大队长，现任的新北市刑大大队长黄国书来参加。这帮时阵是互相换联络方式，佮成立赖群组。
他说未来他们公司也有一些可以提供反诈骗咨询，还有警示账户的相关细节，希望未来可以保持联系。我们就在现场就拉了一个群组，后续没有任何的因公以外的不法的接触。面对指控，五国书记回应讲，行业者并无公务以外的接触和私交，唔惊风险时，佮强调所来发现性质疑似涉及早起嗰时主动通报的，建议刑事局终止关键的定数。同事所谓的刑事工作人员应该非常清楚对方的一个底细。如果说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许在交往上面其实应该要更谨慎？即摆看到风波各大警政署嘛介入调查，已经查到测试侵入厘清，了解敢有警察人员涉及违法违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通促党呢，进前犯国安法翻新套法，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宣布，会伫咧8月初正式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通促党。理由是通促党配合中共伫咧台湾发展组织，引入这中资介选、跨境镇压，用政党包装进行组织犯罪。而且内政部呢也公开通促党有去渗透10国境的强庙。到顶才能收通促党违法的事情，经过1年的搜证，内政部长刘世芳宣布讲，要伫8月初向宪法法庭来申请解散通促党。3大理由是包括通促党配合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引入中资介选、下境镇压，要互台湾民众唔敢讲话，含称政党的外衫实际是犯罪组织。统促党长期是系统性的、组织性的犯罪，而且它重要的核心成员涉犯到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条例、选罢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等，已经危害到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通促党洪志讲引入中资介选，亲像已经过身的通促党干部周明宗，就含因某涉嫌收中国7400万介选，下境镇压的部分有名案件有何运司红破红漆，机场暴力对台黄之方案，带中国新歌声老火的事件。刑事局讲，通促党就是犯罪组织，统计因有141个人，包括核心干部32个，涉入98案。那所犯下的就是杀人未遂、恐吓取财，还有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毁损等等案件，更有诈欺的案件，还有毒品的案件。内政部查出通促党是渗透全台湾7个县市，有15个宫庙，这么多，呼应中国的统战。通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独做2间宫庙的营务主委，其他干部嘛分别担任宫庙的要职，引发关注。来查查它的金流，包括它整个年度的收支会列为一个查一个重点。当然，我们是不容许外人势力来渗透我们公庙。如果我们依据政党的主管机关能够来处理统促党的话，那么未来我们对于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压迫，那我们也有能力来做处理。通促党会变作内政部第一个提出申请解散的政党，那宪法法庭收案，接落来会伫进行连续辩论了，做出判决。大法官现有总额2/3以上同意，就当宣告解散。判决生效的迄天，就停止一切活动。跟大陆官方有讲，进了公庙就是一个和平区，我做的没错啊。就刘世芳说你是危害中华民国的生存，我说我是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唔点名讲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张安乐是反驳讲，通促党是保护人民的安全，等到批评民进党执政起无空危害国安，决定要停步来控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立法院今日继续针对着115年总预算案进行调压协商。昨协商的时阵呢，这国民党团总调部分期选马拉撒话引起调压冲突。今日协商的时阵，同款是一句来一句去。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态反对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提案呢，这行政院长薪水就爱抬调的案件，强调调压若准抬一算呢，会影响到行政院基本运作。不过这洪晓玲强调讲呢，家己是严审，因若针对着总预算问题，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发声，希望8月初7就要全部通过。我已经还是保留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还1300多个案子。我已经照你的意思保留，还有什么意见？这会到底还要不要开了？韩国瑜主动单清量法庭，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提案，要甲行政院施政甲法制业务1437万的预算全部抬掉。经过行政院秘书长张春涵说明了后，韩国瑜才是保留，不过单清良阁讲话挺洪晓玲，让韩国瑜真不满。
前一天协商的时阵，张春涵就点名反对洪巧玲提案，要甲行政院长杜英台薪水冻结。迄时国民党党团总调鲍坤奇佮气甲交出来，引起冲突，互协商先暂停。确实会或多或少影响行政院的基本运作，各个部会、行政部门的基本的运作，或者是基层员工应该有的待遇。大家都应该来合理的、理性的讨论。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都认为我删掉陆委会的没宣费是做得很好啊，那么我也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严审各个机关部会的这个预算。在国会里面呢，要称王的人呢，其实要保持一定的一个风度啊，在国会里面应该是很理性在问政的一个地方。张春涵认为国党受民意监督，社会自由公平。民进党团是批评鲍坤奇失去国会应该爱有的风度。今仔台北市长周万安等多个议题，团讲有国民党立委提议要甲不分区立委争5席让予民众党，争取拿配合下过多个的限。所谓要这个合作，释出不分区就一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无从所知。基本上战术上是可行，可是战略上呢？必须要慎思啊。那么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解散国会是总统的职权。台北市长有台北市长该做的事情。杜英台就讲，倒阁是国会工作，呼吁地方首长应该爱先把市政顾好好。记者综合报道。提出来，观众朋友，你对外国的网站买一寡物件入来，若是有违法无违法，事先拢爱查清楚啊。这财政部有规定，讲民众对外国网站买物件，这包裹要寄入来，就爱先完成事先委任，而且点申报符合。这包裹才会当进行后续的报关进口。不过，立委和相关团体接到陈情，有一寡民众买这洗出的物件，算是医疗器材管理的部分，讲唔知影违法点申报符合，却变做是犯法爱食罪。因那关务署表示讲，按算3个月内会新增加事先法规意见，也佫有提示的功能。民众跨境网络买物件，通常爱伫包裹到海关进前，先操作手机 App 以立位，确认申报内容无问题，点申报符合，包裹才会当顺利过海关。最近，所有民众反映伫海外买各个配件等日常用品，因为涉及医疗器材管理规范，或命令6万至100万罚款，甚至有刑责。就算唔知影违法，只要点申报符合，都爱负担责任，所以打掉底线。在按依立位之前，它必须就显示是否需要各台湾的签署规定卫生署环保署他们有没有相关的法令规定，提醒消费者，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及时确保说他不会触法。关务署表示，目前已经完成甲卫福部、防检署等相关机关的资料整合，有计3个月内就增加事前法规预警，加提示功能，降低民众受罚风险。保证民众委任业者报关会当选择纸本还是线顶委任，其中线顶委任由关保公司单一业者处理，关保公司向报关业者每笔收相关3.5块确认费，佮加上8价服务费。台湾当年快递进口包裹达到6000万至上亿件，这所收的费用将做关保公司系统传输甲加大服务的维护成本。我觉得蛮合理的啊。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就是使用者就付费啊。不是独占的问题，业者因为他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资格门槛，我们才放心，因为他持有民众太多的个资了哈。那你的资讯安全、个资安全的保护，你要有一定的水准。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其实有限定它的资格条件。那符合条件的2家中，目前就是关贸，他有意愿来做这个服务。关务署长彭英宇也回应，即马制度运作已经10多年，涉及重大政策调整需求，也承诺会伫3个月内提出专案检讨报告。苹果将以至为中心达至政府公共基础建设，由政府编列预算公营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屏东恒春的有一个清洁队员，顶礼拜伊对粪扫车出勤的时阵，唔知是小罐印刷熊拔落来，也因为边仔无护栏，伊摔落来就弄到头壳，送病院了后2、3不幸过往。另外，家己太保遥电器行伫咧换看板的时阵，伫吊车去挖到高压电线转来导火，有一个工人伫咧拍火时阵，互电着，也造成2800外户失电。
前个队员徛伫个粪扫车后壁的大帮，身体勇对后壁歪过去，因为大帮边仔无护栏，造成伊摔伫个路面头壳弄到。途中司男因不明原因摔落于道路上，由救护车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救治，后因伤势化转院仍不治死亡。事故发生伫20摔落来姓氏的队员今年41岁，单位是屏东恒春的清洁队。电工所和清洁队表示讲，平常时清运加护粪扫的车，后壁拢有防止摔落来的护栏。发生事故的粪扫车，迄天是为了配合清运主车的作业，才甲护栏提落来，方便主车扛起来倒粪扫。初步的检讨就是讲，这个护栏部分退出来，你还要加装一个安全带啦。如果安全带没有一切影响它的操作，平时宣导及训练之外，未来更会加强督导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安全防护。恒春清洁队伫2015年嘛，捌发生摔落来的事故，即摆阁发生事故，官府和电工所承诺会加强安全防护，而且提供家属协助。若是屏东，今时期嘛翕到伫闪的火光，家己太保伫30早起嘛传出公安事故，一台吊车替电器行换看板的时阵，吸到高压电线导火清烟。疑姓员工急于拿起灭火器灭火，不慎触碰吊车支撑架，致遭电击。救护车赶到现场，防电击的71岁姓叶的工人送病院了后，因为司机和平北有大面积3级的烧烫伤，即马搁在带医观察。台电嘛提醒供电业者，时间爱伫高压线路愈远愈好。民众的高速作业尽量要远离我们的高压线路。那如果说有感电的疑虑的话，可能就是要请我们去加装一个防护线管。台电的人员是坐高空作业车升空在抢修线路，事故是造成中山路一段北新里、南新里和中正路迄边，拢总2894号停电，已经伫中昼完成复电。另外，事故的原因和规则会互南区治安中心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今仔伫环境部召开第2届环评小组会议，有不到80位的居民上北参加，反对增加绿地区域的风机。就算这开发单位呢，伫丰苑和复兴的风机数量对23基降至到14基，不过抗议民众认为讲，这风机呢离邻家厝校园抑个绿农专业区伤过远路，所以这环评委员就爱反决这个提案。那环评委员是认为讲，这个计划呢对居民的生活有不利的影响。建议认定不应该开发。抗议福汉风电计划，我80位中华居民农农业者特别就办参加环评会议。农农业者认为全台产量上大的中华福保农农区会整做200公尺大型绿色风机的有定地农农烦恼，风机运转的低频噪音甲影的干扰，会互年过惊到，造成出年率减少，冲击产业。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落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续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部分规划的风机甲面体之间甚至只隔20公尺，离附近小学也拢无到1公里。环境部3早下昼针对此案召开第2摆环评小组会议。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案子有非常多的问题，包含离住宅太近，然后离我们的农业区太近，还有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应该再补建，今天就应该要直接否决。虽然开发单位德辉一家汉威风力发电公司已经将总风机数由原本23基缩减到14基，也毋过维持福保农农专区的5基风机犹原伫计划书中。5基风机拢离附近牛舍无到1公里，其中上近的甚至只隔300公尺。环团这期环境部主管法规中，只有提到绿色风电机组距离上近建筑物500公尺以内时，爱实施环境影响评估。批评规划无够周全，开发单位表示会甲居民加强沟通。若未来测验检测真正超标，也会提供补偿。我们也会依个案来进行一个研议，同时我们也会协助来办理一些改善措施，像是装设我们气密窗或遮蔽的一个设施。现场环评委员提出质疑，因为开发单位做的测验检测范围恐惊甲真实情境有落差。开发单位所选择的敏感受体点的位置的话，应该不是真正居民所关切的地方，一些比较容易受到这些风机影响的地方来做一个噪音跟这个眩影方面的一个评估。也有环评委员建议，将高度瓦66层楼，容量达到600万瓦的大型风机，伫全国能源的占比到底是偌济？将来评估敢是真正有必要设置伫绿地，呼吁政府会同合作能源业者做全面检讨。环评委员会最后认定，福汉风电计划对生态、参居民生活有不利影响，建议无应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华河美头前厝的大白狗，有民众家己洗这沙拉油桶杂水坝下按摩头桶的护栏，附近的居民也烦恼讲，这大雨拿来可能会造成淹水。中华县的水资处就表示，伫这溪流内面放这有诶无的物件，已经违反着水利法律，要求因爱限期改善。沿中华河美头前的排水沟一路向前，沿线拢会当看到敢若护栏的物件，至少超过300个。这毋是公单位所设的，是当地居民王先生伊做的。另外，伫排水沟这个用沙拉油桶做的设施，嘛是伊家己所装饰的。这个听到县政府要求伊爱移除这物件，伊真不满。啊，你要来抗议？你讲要来抗议了，忽然你也无啊？你讲袂当抗议哦？系啊，啊边啊讲内底袂使。好啊，你啊叫人来清啊！王先生讲，最终装饰的是为着查粪扫，排水沟边的护栏是用绿瓜梅掺红毛土做的，是为着通行的安全。当地里长是讲，已经苦劝伊真侪年啊，而且王先生佫会把这物件蹲伫便桥顶阻挡路路，造成附近的农民真无方便。那个桥墩啊，拢放一寡垃圾啊，人喺田主啊，人咧起落田吼，拢做无方便的啊。伊讲伊免钱要替大家做义务啦。但是有当时啊，伊会造成其他人困难。这个红毛土桶无固定，顶是烦恼拿落落排水沟阻挡水流，拄着风台也是强降雨，都有可能造成淹水。彰化县政府水资处表示，会赶紧安排现勘。有人投放沙拉油桶，还有废弃物阻害在路旁后续呢，本府将尽速安排现勘确认如现场确有违反水利法第78条之3的行为本府将依同法限期改善或开罚。水资处嘛强调，若是阻碍河道行为，就违反水利法，会要求限期改道转来，若无改善，就会裁罚。记者采访报道。高雄仁武的左港新圳的这圳底呢，确实有真侪鱼仔死去伫遐冰岛，当地就怀疑讲是有这工厂偷排废水。环保局去检测了后，讲是这支流量无够，加上水内面的上素伤过低，才造成鱼仔死亡。水面顶悬，规个拢是冰岛死去的鱼仔，对水道中一路拖到岸边。即搭伫仁武区的左港新圳，最近互民众发现鱼仔规定死去，怀疑阁有工厂排废水。住家也多，工厂也多，你也猜不中啊。有啊，这边有时候会有，是不是？很久以前有，没有常常啊。当地民众讲，已经足久无看到这侪鱼仔死去。环保局日到检测了后，发现除了游泳量较低以外，村的所在拢无异常。研判是因为水量无够，加上游泳量伤低，才会造成鱼仔死去。30载起，搁倒来现场，水面也是有袂少死去的鱼仔，嘛发现水利局已经委托厂商到河死鱼。于是，在打捞集中后，会送往人武焚化炉焚烧处理。在发现鱼尸的同时，我们也同步通报环保局前往稽查，厘清是否有违规排放污染物的状况。市府表示，左港新圳大地路河段甲望乡桥河段拢有发现死鱼。到预告为止，已经获130公斤，嘛会继续关心河川的环境，维护水环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新闻发生大地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和行政院长杜永泰，拢以个人的名义一个人捐20万赈灾。另外，外交部也已经宣布开设赈灾专户，要互民众捐款。若讲到这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明仔载也会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捐款，表示慰问。新本发生7.1大地震，造成真侪人死伤，各界送温暖。台湾已经完成搜救队准备。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只要接到日本政府正式请求，搜救隊会当伫4点鐘內出發去日本支援。台湾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その台湾の方々を含みまして、世界中から現在政府に対して温かいメッセージを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穆元然表示，目前日本政府当咧全力投入救灾，敢是接受各国援助，会看欧洲情况才做判断。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杜永泰是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票赈灾。同时，外交部已经宣布开设赈灾专户，提供咱国民众捐款。赖总统、萧副总统以及行政院主院长都高度关切灾情，决定以个人的身份各自捐新台币20万元。台湾和日本常年互相扶持，患难与共。我政府将持续掌握灾情，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甲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宣布，会捐出1个月会及到伫救灾各会的部分。民进党立委罗水良首先宣布捐出1个月薪水
傅技营、柯志杰、李坤德等共同多位立委也响应关心水。国民党主席陈立文32日起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交付捐款表达慰问。郑立文主席上任之后，也和日本方面维持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呢，郑立文主席表示要捐助熊本地震的灾民，日本教育协会的片山代表为表重视来亲自接受，包括我跟高雄队也捐出了1个月的薪水来支持我们的熊本。熊本有事就是高雄有事，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因应日本熊本地区第一档灾害，华航也宣布捐款1000万，可提供航空运输运营。8月底进行协助免费再还紧财物资，协助灾后救援重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接到永丰医生机通报，讲7月初1卖的烤地油自主送检所检出苯偏比超标。卫生局随会同是药师去到永丰医生机含供应商稽查，而且是无论倒一批拢成预防性落价。行政院表示会要求卫福部甲烤地油列入去油品专案，加强卫生安全稽查和上市了后的抽检项目。稽查人员接到通报，来到永丰医生机，含供应商维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来做稽查。根据永丰医生机的通报，对7月初1开始出货的卖在地金花小果烤地油自主送检，验出苯偏比超标。卫生局统计问题配合拢总生产924罐，要求业者甲这款烤地油部分配合全面预防性落价。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供应商是发声明回实的，讲这款烤地油委托嘉义梅山原村製油厂代工生产，会全面配合主管机關做刷落來的調查，而且較緊含代工廠釐清相關的制定。針對烤地油的問題一直燒，行政院是強調，食藥署已經啟動下關市調查，衛福部嘛會把烤地油納入油品專案，加強稽查和抽檢的規定。我们接下来也会针对这个事件的结果呢进行检讨。在今年下半年，食药署会另外启动一个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会邀请国内的这个专业的团体跟机构呢进场去辅导业者。不过，问题油的风波尚未结束。早前卫福部7月初是开专家学者会议，会议结论是要求使用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和问题油含量到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需要进行预防性落市。洪志毅讲中央有内鬼，即卖卫福部承认洪秀雅的中联生意的总经理，要以中联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落市的决策会议。他已经被收押了，连检方都认为他从头到尾都有可能串证，从头到尾都有可能说谎。然后你找他去讨论我们20%要不要下架？他是来报告他的制程，然后我们的专家委员决定不能够复工。就总统回应讲，相关措施都是根据科学证据调查和风险评估了后才做决定，中无人讲的盲信的问题，而且强调家己是问心无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校园内面食电子烟的问题真严重，教育部拍算开学要实行喙烂快筛。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惊采示相关的体检，敢若会当针对特定高风险对象。教育部也解释讲呢，唔是所有学生拢爱做快筛，是限定班违反毒品防治条例行为的学生等5类的特定人员。另外，政委桂连信也表示，未来一间学校会增加2名到3名的校安人员，协助教职员来做这校安的工作。俗称双时分段依托米之愈来愈泛滥，甚至可能借着电子烟渗透进入校园，加做学校防治毒品的空棚。面对9月开学季，教育部同样各校做好扫毒准备，规划推动喙烂快筛机制，入校实施。行政院长杜永泰伫宴会采示，即会当针对特定高风险对象谨慎实施。绝对要在保障教育学生人权的前提底下，仅对特定高风险的对象谨慎的实施，不得无谓的扩大。教育部表态，喙烂快筛毋是针对全校学生普筛，对象只限5类特定人员，包括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行为的学生，有事实会当认定有使用毒品嫌疑的学生等。佮较强调未来会配合危害防治法修法，那查获学生查甲使用电子烟，会进行校安通报。而且会提报给卫生单位来进行查处，并且通知他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到学校来办理后续的戒烟教育、辅导关怀跟所谓的转介措施。
防止毒品进入校园，能力也是关键。郑伟贵连上表示，甲教育部讨论了后，提出新校安制度，伫尊重校方自主的前提，预计未来每校会增加2至3位校安人员，可能由军警退休、高官会任，也是一般民众担任。也过爱通过体力测验加反毒培训，协助原来学校的教职员在负责校安工作或扫毒上面的相关的协助工作。第5级保全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人员的一个协助，对学校行政方面确实会有一些舒缓，他的一个权责啦，这个都要界定清楚。如果以这种辅助性的一个角色，他并没有办法在这一件事情上起多大的作用啊。侯俊良表示，校安人员的权责界定是关键，那这会当协助行政同步强奸效用无大。针对校外防治毒品措施，桂连成强调，已经8.3千600外间校4科围，大约9100外的可能的治安热点，包括学生较易聚集的所在、校外宿舍、8大学业加成绩场所等，请警察单位加强巡查，也发射家庭、学校甲社区共同配合管督。记者综合报道。新兴障碍者权利保障法已经18年无大修法了，立法院拍算明仔载进行党团协商，今仔日有12个民间团体上街头表达诉求，希望莫用这身心障碍证明来当作唯一认定障碍者的标准，也爱甲这生活必要的服务甲公共服务列入去所谓无障碍规范。障碍权利推动联盟来到立法院的外口表达诉求。身心障碍伫咧日常生活、交通、食头路等等，会拄到制度的歧视甲相关支持无够的问题。30日，立法院要进行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法的党团协商。联盟指出，身障权法已经18年无大修，伊嘛提出诉求，呼吁修法按照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的精神。袂当用身心障碍的证明来决定啥物人会当得到帮助，应该是若有需求，拢会当得到支持甲服务。对身心障碍的定义呢，必须要扩大，符合 CRPD 的人权模式精神，而不是在以狭义的医疗模式来去提高那个认定的门槛，让很多人拿不到证明以及身心障碍资格，来维持权益保障跟服务取得。30有12个团体上街头宣讲，嘛要监督修法的进度。民团嘛呼吁修法应该要明定歧视的定义，嘛有明文的规定，保障所谓平权，像医疗、交通、通信等等的公共服务，拢应该包括伫咧所谓无障碍的规范内底。若无，障碍者就会因为制度甲配套的不足，袂当使用服务、参与活动，也是行使权利。因也指出，这就是歧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以及拒绝合理调整，明确纳入条文里面，并建立有效的申诉与裁罚机制。无论是网站、App 还是金融、交通设备，都应该达到无障碍标准。像有些免费商场的朋友，像我带呼吸器，也没办法脸部辨识。并团表示，身心障碍者只是想要甲一般的人有同款的人权甲自由，这是基本的权利，不是加出来的福利。民团拍算对30下晡开始，一直到30日，拢会守伫咧立法院群贤楼的外口，监督立法院各党团，望台湾会当落实身心障碍者的人权。记者关佑基、曾俊佑台北报道。经过30年的拍拼，行政院今日正式确定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加做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7族。未来西拉雅族人呢，会当摕到原住民的身份，也会当自主决定族群所属的成员。我的名字叫做西拉雅。元老清亮的歌声唱出族人的心声，推动西拉雅族正名活动，族人拍拼30年，总算第30得到中央核定。我们已经成为法定的原住民族，也可以说是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第一族。后续还有8个族群正在申请核定，政府一定秉持这样的程序跟原则，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在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备受温暖。关系合并进程，原台南县伫2005年大选加西拉雅族列作县定原住民族，是全国上早推动西拉雅正名的地方政府。有些推广西拉雅语言甲文化的实验小学，正名成功了后，学校原来会以更加开阔的族语学习方向推广。像族语学校
朝这个方式去前进，教材能够更精致化、更深化自然，然后像社会像这些科目融合成原住民的这个智慧或者他的生活面向能够加进去。西拉雅族是台湾南岛语系原住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伫嘉南平原，当年拢会举行大来头社泰州夜祭，也有加波沙、阿里木夜祭等文化活动，延续珍贵的平埔族群文化甲历史记忆。正式核准了后，将做咱国第17族原住民族，也是平埔族第1族。上近8月中会当受理西拉雅族人办理身份登记，相关的权益甲配套，原来会同步盘点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人拢交通上的安全意识，这编制就唔低啊，何况是爱开钱补习班呢？这台南的东区呢，有一间补习班，互民众投诉，讲接送囡仔的一台车呢，竟然内面10个囡仔，可能会造成危险。那这补习班是出面来回释的，讲是临时有学生报名，才会变讲爱载遐尼侪人。教育局也查到这台车根本就无做交通车的设备，已经违规了，会甲这补习班开罚单。台南东区街仔顶有一台补习班的接送车，当要带囡仔欢喜出去佚佗，不过详细算算呢，一台车煞载超过10个，超过车辆载客标准，为免互过路人翕落来铺上网络，引起外界烦恼交通安全，敢会出问题。这10位安尼真正都对囡仔来讲都无安全的安尼。我觉得很危险之外，小朋友之后也不会有太正确的交通观念。面对违规质疑，补习班出面承认当天确实有加载2个，主要是因为休热户外活动参加真勇局，加上有学生临时报名，才造成车辆背负调度。业者讲当时评估路途较远，骑奥多摆接送的风险较悬，才选择塞车。事发了后，教育局嘛随启动调查，发现这间补习班虽然合法立案，却完全无学生交通车的设备记录，已经违反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以当时的状况来讲，开车接送还是比较安全的，而非骑机车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会跟家长告知。依据《学生交通车管理办法》，补习班接送学生的车辆应办理核备，并依法设置学生专车标示。教育局将到班稽查，安排路边拦查。针对这单事件，业者讲后续会严格检讨改进，教育局后续卖结合警政单位来调监视器调查，卖安排教班课查等任务。那到时有影违规，会依法罚款，卖要求限期改善。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市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半暝的时阵呢，就看到这规大阵的狗仔去攻击这笼洞鸟，就怀疑讲这狗仔可能是有人饲的，挑工是放来要夹鸟的。那嘉义市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了，要追查这顶狗仔是对倒位来。半暝的时阵，民众徛起监视器，翕着几只狗仔为外口撞入来了后，刷来就听到猫仔咧叫的声音。这狗仔攻击猫仔了后，才做伙离开。这款的状况毋是一届，而且伫4-5公里外别的社区嘛，同款出现一只狗仔攻击猫仔的代志。6-7只有咧，拢遮大只，拢足歹。哦，迄人饲的哦，迄人饲的，狗都水的哦。安尼。他们每次来都是大半夜，大部分都大概6-7只。这些狗的范围太大了，而且是都同一群，所以我们就认为它不太可能是就是自己来的。附近的住户表示，伫社区其实拢看无这个狗仔，而且因出现的时间大部分拢是半暝较济，所以才会怀疑敢是有人饲这个狗仔，专门来攻击笼洞猫。如果犬只是属于有当犬的话，我们会立即执行捕捉以及带回园区来安置。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市政府相关单位已经有伫捌发生过攻击事件的所在进行调查，要找出狗仔的来源。农务科嘛呼吁民众，若是有看到狗仔群角出现，千万唔通挖近，也是想要来看狗，会当通报相关单位，和专业单位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了要推展歌仔戏文化，文化部甲高雄左营海军中山堂甲新起的综合大楼定做台湾歌仔戏中心。经过2年多的试营运，30下晡正式挂牌。唔但有歌仔戏这名称来祝贺，也有儿童歌仔戏的成果发表。文化部长李婉就表示，期待挂牌了后，歌仔戏的发展会当愈来愈好。倒数3、2、1，揭牌啦！红布条
一溜落来，大大歌剧中心5字挂伫大楼顶悬，这礼拜大家已经等2年多。文化部2004年甲组建海军中山堂甲新起的综合大楼，定位做歌剧中心。2年来，国立团艺中心透过试营运的方式去测试调整，总算是有一个完整的团队甲经营模式。文化部长李元毋望中心的成立会当带咱台湾在地发展出来歌剧愈行愈远。原有的传统这些巨星的表演，把它重新培养观众以外，剩下就是要往下传承。正式定名为歌仔戏中心，也希望呢，透过歌仔戏中心，讲让本土的歌戏最有效率、最有资源的整合，能够推动。闹3位歌戏界名称小生来献上祝贺，一场挂牌仪式嘛结合儿童体验营的成果发表，用歌剧1到2亿的表演概念，安排囡仔扮演小生小段，有文剧嘛有武剧，看到囡仔充满自信的表演，唱出咱台湾在地生态的歌剧，好在场的观众甲戏团代表拢真感动，因为大家看到歌剧的世代传承。这是咱以前的心愿吼，前辈讲恁遮细汉嘛，得唱一个，唱袂出来。但是即马有遮尔好的所在，搁大家一直咧推广歌戏，我相信讲未来歌戏伫台湾本身就是一个真在地的戏剧，但是以后伊绝对要愈来愈蓬勃，愈来愈发展。愈在地愈国际，李元表示，中心的成立代表的毋那是一个基地尔，伊嘛毋望会当请做在地文化中心，甲国内外观众带来遮，嘛甲歌剧杀向国际。记者柯家做顾兆阳、高雄场报道。讲到咱台湾甲捷克这几年呢，伫文化领域有真侪交流。亲像捷克有一位摄影艺术家迪塔佩佩，去年捌来到台湾驻村3礼拜，伊用镜头记录台湾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即马佫来到台湾举办摄影展，主办单位捷克中心台北也希望继续来推动台湾甲捷克的技术交流。一张搁一张，那像台湾日常场景的相片，从世界看，拢有册库摄影艺术家迪塔佩佩的身影。这是伊2025年伫花莲甲台北驻村期间完成的作品。艺术家加入台湾人的家庭、市场等等，用镜头记录台湾人的生活。即马嘛举办摄影展，展出伊伫台湾创作的作品。伊表示，伫台湾驻村期间，对台湾人的善良、认真，甲对家庭的重视，印象诚深。嘛感受到台湾甲册库拢共同面对的严政治的挑战。Kdyby ty lidi to mohlo inspirovat k tomu, že si jako můžou na chvíli uvědomit, že jsme všichni nějakým způsobem propojeni a že to, jaký zvolíme koncept přístupu k životu, je opravdu na nás a že se můžeme učit z jiných kultur a úplně náš život změnit od základu. 册库中心台北成立以来，常常伫台湾举办文化活动，希望透过艺术交流，增加台湾甲册库的民众互相认捌的机会。册库中心台北主任表示，即摆邀请迪塔佩佩来台湾展出，除了分享册库的艺术，嘛希望透过艺術家甲台湾民眾的互動，增加兩國的藝術交流。Tak mi to přišlo jako skvělá příležitost, jak zde prohloubit právě vlastně 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i nebo vlastně kontakty mezi jednotlivými lidmi, jak prostě zařídit, aby se vlastně místní lidé potkávali, mohli potkat přímo s Ditou, jako s českou umělkyní a vnímám to jako další příležitost k prohloubení česko-tajvanských kulturních, ale i osobních vztahů. 這擺自我肖像在台灣展覽辦到8月3日，除了攝影的作品，7月3日嘛會佇公店台北放送藝術家創作的過程，也都是甲展覽講明紀錄片，互民眾了解藝術家創作的過程甲手法。記者郭金陽之光台北報道。常常聽人講現代科技新產品無數高人冠真神，即馬講到萬項代誌，攏會講到 AI。因來講到這 OpenAI 開發的 AI 代理模型進前發生資安事故，這套模型突破風扇入侵別人系統。因來面對這款的情形呢，美國總統川普29就表達立場嘛，講袂當輸乎中國的條件之下，評估相關的 AI 管制措施。因來 OpenAI 執行長專訪的時陣也講到，這個事件確確實實有感受到 AI。進化威脅，也呼籲着愛建立 AI 的安全機制。OpenAI 所屬的 AI 代理程式傳出7月13至26，在假日網絡環境進行測試的時陣脫離監管，入侵 AI 開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系統，尾也佫利用偷摕的邊境駭入去第二間公司的客戶名單。這個事件佫發現 AI 資安的風險，引起外界要求政府介入監管的風聲。
美国总统川普29日北京表示 ，AI 影响力已经超过当年的网际网络，监管好歹会关系到国家竞争力，成过限制有可能致使美国伫 AI 竞赛输予中国。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by a lot. China has virtually no controls. It's freewheeling a little bit.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in both ways. We don't want to restrict them, where all of a sudden we come in second to China.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伫 Podcast 的节目受访的时阵，对这个 AI 代理停息脱离监管事件发表感想。伊形容这是真奇怪的事件，互伊头一摆感受到治安的威胁。奥特曼二是出席韩国政府主办的旧金山 AI 峰会，搁再声明要确保 AI 的安全性，甲对人类社会福祉。You can easily imagine,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sci-fi movies or stories created about how this leads to bad outcomes or concentrates power and wealth and doesn't benefit everybody. Of course, we have to get AI safety right. And I think we're now entering the phase where we'll really all feel how high the stakes are.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伊无偌久前以防范治安风险的理由，渐慢发布新的模型。即嘛 OpenAI 嘛压出 AI 的骇客风险，因为两间公司计划伫今年上市。外界嘛质疑这个治安事故是上市进程的公关宣传。啊，不过这个事件嘛出现警讯，互人知影 AI 脱离监管所带来治安灾难，或阁是科幻故事，是必须谨慎看待的真实问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